小心！好了，跟我说吧，你到底找我来干嘛？就想跟你一起听听老歌。你开玩笑呢？我就休息一天，你就让我大白天来听歌？那怎么，一起吃个饭也行？不吃，莫名其妙。你的时间将会停在1年后，我的时间却会永无止境，但我们都会永远年轻。莫名其妙。别想外星人了，回来吃好吃的吧。马上回来接你。小心！少爷！哎呀，没事吧？蒋白驹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现在去吧。你这肯定骨折了，去医院吧。都是皮外伤，没事的。小郑，你没事吧？又是因为你，吊灯都碎了，你真的去医院吧？我自己有没有事，我自己知道。都是因为你。你冷静一点。哦，对了，楼下还有客人，我去招待一下。威廉，这交给你了。姑娘，吧台里有药，你拿一下。哦，好。少爷，他们俩怎么了？你没听到刚才前途那小孩叫了我全名吗？那金小鱼不就听见了吗？说的就是。不用了，威廉帮我。谢谢，我来吧。你得去医院啊！出去等我。不行，你19我才受伤的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要换裤子包扎，你要看吗？